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1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为着要顾守咱民众的健康，指挥中心可能会加注疫苗费所降低到12岁以下。另外，高端的青少年疫苗，即摆也要申请 EUA。行政院核定，今年3月到12月会加发价收集甲中价收集户的生活补助750块加500块，全国大约有62万人受抵用。高雄市长陈其迈强调要用2年变4年，不过则表示讲，新闻局的劳工超时上班，叫互劳工局罚2万块。人讲战火无情，这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到今已经超过2礼拜了。两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伫咧土耳其谈判，目前是无啥进展。因为讲到这乌克兰南部一个正重要港都马里坡继续受到罗西亚的攻击。这个乌克兰军方也公布一段影片，是讲这罗西亚的战车伫基辅起轰炸落来画面。联合国表示讲，这场战争已经造成230万人离开乌克兰去逃亡。俄罗斯的坦克伫咧基辅当兵入口受到攻击被挡来。这段影片是乌克兰军方正敏感的民兵组织亚速营所公布。一寡坦克车可能是互无人机空袭。火军骑手的士兵私底下讲，双方确实伫咧吹到有交战。俄军的坦克被摧毁。亚速营是2014年乌东分离主义冲突时阵极右派组成的，要并入乌克兰国民卫队。这支民兵团体不被指控滥用酷刑、煽动新纳粹主义。目前基辅依然是乌克兰控制，不过俄军愈来愈晚。当局讲，一半市民已经撤离，会继续保护首都。І тому ми продовжуємо разом з військовими та теробороною дбати про укріплення Києва. 随着双方伫咧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第4回合的会谈，也是开战以来双方相关层级的接触。不过停火方面无进展，包括前一天马里坡妇幼病院被轰炸造成死伤的责任，俄方也无接受。乌克兰讲会继续用外交手段解决。О том, что этот родильный дом давно захвачен батальоном Азов і прочими радикалами, откуда вигнали. І у зв'язку з цим я хочу підтвердити ще раз, самовіддано, жертвуючи собою, захищати нашу землю, наших людей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ої агресії. 南部重要港市马里坡一直被轰炸，无水、无电、无通食。救援人员发现一位受伤昏去的查甫囡仔，附近还有一寡人已经死亡。国际安会警告讲，这个所在怎么真危险？联合国讲，已经有230万人逃离乌克兰。Дома не стало моего. Это мы переезжаем. Как вы думаете? 战争无停，国际制裁也继续。被认为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正密切的后亚人阿布拉莫维奇，本来打算要卖英超切尔西，不过英国政府随即宣布冻结阿布拉莫维奇的资产加旅行纪念，当局也特别授权，和切尔西在制裁情形下会当继续营运。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讲到即摆，罗西亚的军队是继续攻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真侪百姓是为着要闪这战火，就赶紧避伫咧地铁站，甚至有人避伫咧地铁站特别到2礼拜时间咯。这战争若准拖愈长，物资就愈欠，百姓受苦，因也是希望讲这战争就要赶紧结束。天津的囡仔咧跳舞，有人坐伫壁边背手机啊，也有人真侪人都伫涂骹歇棍。伫俄乌战争开始了后，因为乌克兰首都基辅真侪人住伫大楼，烦恼正做轰炸目标，都去伫地面下骹的地铁站来避难。Знаходжусь тут 13 днів. Іноді ми виходимо додому, щоб взяти якісь продукти або помитися, як звичайні люди. А так, взагалі, я знаходжусь тут на постійному часі. 基辅地铁系统是伫1960年代初期起的，因为迄时阵对之前甲轰炸基地也阁真深，所以这车头常常会故意挖甲真深，为提供庇护做准备。即马2国战争期间，基辅地铁已经停止营运，不过车站依然保持开放，成做当地居民的避难所。战争爆发了后，至少5个囡仔伫基辅地铁站内底出事。Київ живе в умовах воєнного стану. Зараз приїхався в місто, зайшов в укриття, в метро, поспілкувався з людьми, підтримав їх, запитав, що потрібно, які умови.
налаштував, тому що потрібен зараз край позитивний настрій, ні в якому разі не здаватись.俄軍一直轟炸烏克蘭真濟都市，物資愈來愈欠缺。經過半個外國戰爭，俄軍繼續炮轟烏克蘭各地都市，包含基輔市區周邊嘅郊區，不止電力系統停止，食米、水、藥品甲暖氣攏慢慢減少。當地居民是唔甘囡仔甲老大人在這種環境當中成長甲長大。Русские войска, которые пришли нас убивать, уберутся к себе, чтобы наши дети не жили вот так в метрополитене, гуляли в парке и с игрушками, чтобы это мучение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и чтобы вот такие старушки по 80 лет не заканчивали свою жизнь в метрополитене, имели счастливую старость. 雖然這場戰爭看不到結束的時陣，不過在挑戰的基輔居民依然保持樂觀的心情，希望侵略者應早日離開。公視新聞陳慧仁報道。講到這場戰火無收煞，西方的企業也開始抵制羅西亞咯，也讓羅西亞的民眾生活變得真無方便。不過，這羅西亞政府是封鎖消息，暗藏事實了後，百姓無法度理解為什麼因愛受人抵制。因國內就有人認為講拍烏克蘭的行為是正確的，甚至開始有民眾挺政府的做法。麥當勞宣布，伫要關掉俄羅斯境內847間分店了後，國門市的人無減少，看出來早就侵入一寡消費者的生活中，關店確實有影響。Неправильн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было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доступное для меня место, чтобы поесть, а теперь некуда идти. Переживаю о том, что Макдональдсы закроют. И я считаю то, что спасенной жизни намного важнее, чем麥當勞關起了後，肯德基、星巴克、可口可樂這些快餐飲料業者小連續宣布暫時退出俄羅斯市場，表達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不滿。烏克蘭外長進一步點名，嬌生、漢斯、普利司通、貝奈利、橫濱聯泰等，還佫佇當地營運的50間大企業，表示因佇當地繳的每一仙營業稅，攏會讓人用佇戰爭失來無辜。俄羅斯央行是宣布限制外匯兌換，總統普丁授權政府禁止也是限制產品的進出口，保證工業、農業持續運轉。莫斯科當局嚴格媒體的言論管制，一寡俄羅斯民眾並無理解西方的態度轉變，顛倒激發戰鬥民族的意志，挺政府。Просто неприят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акое к нам все. Ну это мягкость сказать. И за что так поступают, сами непонятно. Никто не хочет этого специально. Просто если она закрывается, пусть закроется. Российски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буду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ся здесь. Люди просто станут здоровее, вот, не будут есть эту еду. Мы как бы в Макдональдс не ходим, но вот ребенок сегодня попросил. 俄羅斯開往烏克蘭的戰車頂，一寡攏有插英文字母 Z 也是 V。俄羅斯國防部解說，這兩字分別代表勝利加真理的力量。Z 甲 V 說變做愛國攻擊分子支持普丁，挺伊對烏克蘭發動所講的反納粹特殊軍事行動的代表。但是感情民黨被逼佇世地排 Z 字，引起眾人批評。俄羅斯體操選手庫里亞克佇杜哈體操世界盃摕到雙冠銅牌，頒獎典禮特別甲行政國徽大 Z 字。國際體操總會紀律處分。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譯。咱繼續來關心國內疫情消息。國內佇今仔日增加75個帶病入境，有7個本土病例。這個本土病例當中有3個是佇咧台北地區感染源較大，還未找到。因為佇咧台南有4個是和遊覽車這強廟旅遊團是互相牽連的，其中2個是進前確診個案的厝邊，另外2個是和台南某一間病院確診的藥師做伙參加同一場活動的人員。咱趕緊來聽指揮中心下晡上蓋性的說明。新增82例的確定病例，那其中有75例是境外移入，那7例的本土病例，那居住的縣市是台南4例台北2例，新北1例。它的感染源不明。另外，台南的4案都跟这个宫廟旅遊團相關。比如說院內確診的事件，或是因為相關的原因導致院內有許多的這個醫護人員會被匡列為接觸者的話，報請這個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之後呢，提前讓這一些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可以返回工作。那它適用的對象就是被匡列為居家隔離的這些醫療工作人員，所以是不適用於那個比如說出國回來的這些醫護人員。
面对疫情，咱就爱拼同齐，赶紧注疫苗，唔通慢批。对这个月开始，咱台湾的边境开始小可放零啊。不过，这国内稳定了后，民众说是无爱注疫苗啊。为了这民众的安全，指挥中心可能把这注疫苗会数降低到12岁以下。另外，高端的青少年疫苗进前的临床试验结果也未送到10秒数，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卫福部长陈时中在去表示，高端的青少年疫苗也未开始审查，不过这个审查部分会用科学证据来做论证。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等候，民众注疫苗意愿就较低，就算有老大人应提500块的奖励，不过第26期疫苗有效率到7月下晡5点为止，也无到15%。为提悬疫苗注射率，疫情指挥中心拍算下修自的年会，和12岁以下应注疫苗。有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对囡仔威胁无适合流感，注疫苗将预防重症加死亡风险。大规模的感染的时候，它还是会有重症死亡的机会。它的那个对儿童族群的一个杀伤力，可能不亚于流感，应该会高于流感。所以儿童还是需要靠疫苗来保护。另外，国内目前只有辉瑞 BNT 疫苗应提供12到18岁青少年来注，国产高端疫苗目前上架，将适应症扩大到12岁以上青少年临床资料送卫福部小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也就是将青少年抗体甲大人资料做比较。不过小署认为未使，理由是免疫纠结各纠结。这些我昨天都讲过，这还是要有科学的证据，那专家的审查嘛，哈，那是纯粹要走一个审查的路。现在好像在一些相关的一些说需要的资料还没有补全。陈时中强调，高端疫苗青少年适应症目前还未启动审查，小署亦会要求业者补件，未来也依照定时用科学基础来看待。另外，台湾3月开始走向经济防疫新模式，有专家评估，解封7月1个月了后会较清楚。陈时中回应表示，是有安的可能性，目前全球疫情等候1个月了后会更较明朗。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伫咧后礼拜要举行理监事会议，总裁杨金龙表示，无排除针对厝价大起的区域，提出讲这买第2户要限制贷款的措施。不过，这也引起业者的不满。业者认为讲，虽然最近房地产是正旺，不过欠工搁欠料，若准限制这买第2户的贷款，唔来影响到市场，民众的权益也会受到损害。颠倒是民间团体是正赞成，讲因的看法也正无同，认为讲这块所在因的厝价起了上过悬，政府出手的力头应该爱搁较重一点。整个的供料也在缺，土地呢也是在上涨，受到这样子的一个金融限制的话，这个都造成一些多输的现象。针对房价起价热区第2户限贷令的告上，不动产专股联合会大声跳出来反对，认为针对性伤强，而且可能伤害到无辜，影响房市。不过房产专家认为，代表央行压差房效果无好，已经无步啊，唔再用房市热区第2户限贷令。政府目前压抑房市的手段，确实真的是快用完了。大部分做的手段都是在抑制需求，你一直打，结果最后一直都没有用，所以人民会对政府丧失信心。根据六都和地政局建物买卖移转动数资料，去年10大房市热区以同市同区交易上销路超过11600件，过来是台中市北屯超过9000件，对伫后壁是桃园市的中立区，不动产买卖移转完了超过8300件。另外，新北市的板桥、中和、淡水、新庄，也甲高雄的三民、台中的西屯、桃园市龟山区，拢进入全台湾不动产前10大交易热区。一些低价的区块，比如说像是彰化、嘉义、屏东，亦或者花东这些过去炒作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区块，那它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措施。极大正义公民团体是支持房市热区第2户限贷令，认为政府压差房应该都爱加强，无应该干那讲的尔。业者跳出来就是有效，一定是打到痛处，支持央行要做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要赶快做。去年12月，央行理监事会提出第4波压差房4大管制，包括自然人买高级厝体，也甲第3户以上买厝贷款上悬的成数，一路降到4成。中银行后礼拜理监事会要看执行的效果，针对特定地区第2户限贷令，无排除要纳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提早宣布讲，因为失业率下降，抑个出口达正成长等因素，决定要和民众分享到这经济成果。迄定期今年3月到12月会加发低收入加中低收入户的生活补助750块加500块，全国大约有62万人会受到帮助。主计总处公布1月失业率是3.61%，连续7个月下降，加上2月出口达连续20个月正成长，创下历来同期新高。年增率是35%。行政院7月宣布分享经济成果，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户，大家人每个月加发750块加500块。我刚刚核定了111年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加发生活补助的实施计划，从3月到12月，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分别每人每月加发750块、500块。卫福部去年就捌加发弱势家庭和身心障碍者3个月，大人每个月1500块，总共是4500块的生活补助。行政院7月决定加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户的生活补助，不过只限定今年的3月到12月。全国大约有62万人受帮赞，有立场是认为对弱势家庭确实有帮助，不过也是有真侪无法度申请到相关资格的民众，嘛需要关爱。像有一些他们有父母或是有前夫，那他们可能父母的财产非常多，但是跟他没有往来，申请中低收入户，他这个资格都会算进去，所以这些边缘户就没有申请到钱。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政府应该要多多重视一下。卫福部表示，和去年以纾困的名义提供生活补助无同款，今年是因为经济成果表现好，这个按算会增加39亿的预算。若明年敢是会继续发，就要看整体的经济情况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民党立委吴淑怀认为选调南韩总统的尹锡悦，伊主张增加反亏单系统，是伫甲中国呛声。这寡言论也引起争议，甚至有人骂吴淑怀伊就是台奸。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这寡无正当的言论会是去互民众配谈配暖。咱若讲到3月初3全台湾大失电，核市场的前厂长王必辉就建议讲，要重新启动核市场。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这毋是核废料的问题，上界重要是地方政府会有无同款的意见。乌克兰俄罗斯的冲突引起国际正关心。南韩总统当选人尹锡悦主张增加部署设立反飞弹系统。国民党立委吴淑怀认为安尼做是挑釁中国，却有人批评是立法院的台奸。行政院长苏贞昌12讲，散布不当言论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会互百姓批评。对于散布不准弱势者武装、散布批评被害者反抗的不当言论，我们都觉得会被人民唾弃。他现在被人家批评是台阶，在立法院的台阶，我觉得会不会太重？我希望他不是。若是3.3大停电，经济部讲是人为疏失。立委指出，跳电危机甲欠电危机差不多。最近2年停电、跳电事故的检讨报告，拢指向人为疏失。看出来，台电管理、能源政策、国家安全这3大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坦白承认，拢是人为所造成的严重错误，会加强管理。立委也关心经济部是不是成立独立的第三方查验小组。委员刚才指教说，是不是甚至于请国外专家等，都是要做的方向。为了解决供电危机，核市前厂长王必辉建议重开核市。王美花回应，核市除了核废料地质这个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有无共意见。好像核2 1号机，它事实上是到去年年底才要除役，但是因为它的燃料棒拿不出来，那拿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新北市政府不核发这个干除的这些相关的执照，所以造成它要提早去停役的问题。立委认为，稳定供电的解药是土地电能。建议核市会当透过转型再生能源区来带动土能产业。对这代志，苏贞昌承诺要让核市放远去。王美花回应，也需要甲当地沟通，法规的配套嘛爱跨机关较人，会积极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伫今日早起9点过的时阵，台北前运淡水线基线一台列车载到台大病院的时阵，却熊熊冲出白烟，真侪旅客拢闻到这白烟的臭大味。这运警官收到通报了后，遂进行调查。虽然讲这台列车厢捌冲出白烟，不过台北捷运表示，这台列车对中正纪念堂驶到台大病院的时阵，就发现这铁基路有冲出白烟。警控中心已经随派人处理4分钟内解决问题，目前运作拢是正常的。然后事故原因就要听后尾班车过后，才会当做一个详细检查。讲到今年寒天，这水气是真充足，天顶这山里的落雪也是落真高，吸引真侪民众去爬山。根据着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统计，今年到3月初10，这园区内面就10件紧急救助事件，其中这雪地事故就7件，造成3人死亡，7个人受伤。爬山专家也表示讲，伫个雪地爬山，除了爱事先训练以外，穿护袖、保持体温是上界重要的。空勤直升机前往雪山的圣灵线，伫北林角头前100公尺的所在，将摔落300公尺深的登山客吊上直升机送往病院救治。不过任务拄才结束，雪山的宽谷又搁传出另外一位登山客需要救助。一个是在2号千谷上方，一个是1号千谷，两个都是在冰天雪地里面，可能装备不足。今仔初11天，雪山的宽谷就出动2班救援，2日差不多500公尺。雪山山尾因为寒流，水汽嘛真饱，创下5年来落上济雪纪录，嘛吸引真侪登山客上山，互救援人员是真无闲。根据雪霸国家公园的统计，今年到3月初10，雪霸国家公园内底总共有10件急难救助，其中发生伫咧雪地有7件，造成7个人受伤，3个人往生。专家表示，装备甲行前的训练拢袂当减，尤其保暖是上界要紧的条件。把水汽跟风把它移除掉，不要让这个人已经受伤了，那他还要再接受环境这些因素去影响他的生理条件。陈来兴表示，除了冰布甲下底咧用的冰药，也佫有头盔袂当减，因为雪地真骨，锁仔嘛要套伫咧身躯顶，确保安全。也若最近雪嘛开始咧扬啊，用团体揪锁仔的方式，才会当互相确保安全。毋过上重要的，除了避免家己去爬山，雪地甲一般的山也是有无共款的爬山技巧，应该爱行前做好规划甲训练才会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的清明连假有4天，不过即摆有风声讲去到绿岛的船帮有减少，而且也拢已经客满咯。有一寡订房间订好势的旅客，即摆是无准通好坐，连当地民众要去陪伴，恐惊也是拍无准票。台东县政府表示讲，目前有在协调，也会调派客轮来支援。天气渐渐进入热天，台东绿岛伫要迎接旅游旺季头一个连续假期清明节的4天连假。不过即马就网络订船班，逐班拢客满，要回乡扫墓的当地居民也订无准票。希望有关的单位能尽快与船公司协调，加开班次。经过了解，因为我们有两艘船在高雄在做税修。往回绿岛的船原本一天上济5只，会当排20座往回班，不过即马减2只，敢若剩12班。县政府也已经协调航港局，互一只入场维修保养的船会当量早安排检查，加入台东营运。由客轮业者表示，愿意优先安排互绿岛回乡扫墓的居民坐船回乡。如果说有其他的变数，这艘船回不来，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既有的这个船舶3艘也能够来加开班次。会优先提供绿岛乡亲扫墓，如果乡亲有需求，船位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公司做联系，我们会优先处理。县政府交通科表示，初步协调航港局，上紧25可能都有一只客轮会结束检查，到时阵请民众注意遵邮网的广告，上网络订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去年的营运受到疫情影响，退步到154亿，即摆疫情渐渐稳定啊，旅客也开始变多。台北捷运即摆也甲车站内面空间说服别人来开店，其中卖咖啡、卖点心的店家生意是上好的。透早转坐捷运的旅客，伫捷运通路准备换线转坐的路里，都几摆店，其中咖啡较胖，上班族上介意。如果没有
前一天没有准备的话，当然就是上班前在附近买，就是以方便为原则。就是感觉上班其实带着就可以走了，这样子是还蛮方便的。这是台北捷运公司头一届伫捷运闸门内开微型商场，为较早闸门外地下改造厝主招租的模式，转换做闸门内自营商场，加合作的店面分行。开店的目标是中运量转捷捷运站，第一间店是选伫南京复兴站，主要是以卖出站就会当买。年营业额目标是900万，全力要拼业外收入。加减也希望会当弥补疫情期间了钱。初步我们是在900万，但是因为刚展店哈，总之有一些新店效应了哈。但不管怎样，我刚才已经讲了哈，就是说。持续要在成长。看过去4年，台北捷运平均每天的运量，伫108年冲到216万人，过当年原来有190万人。去年经过3级警戒，运量降到145万人。今年车慢慢回升，1月至2月平均156万人。疫情放零的时阵，台北捷运表示，除了站内店陆续开店，也会规划多元化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罗西亚加乌克兰的战争到达已经拍超过2礼拜了，而且因为谈判到达拢无结果，这战争也影响到能源的计效。美国股市伫七十大落，因为劳工部公布美国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有到7.9%，是这40年来上界悬的数字。北京也赶紧出来驳回讲，这款的情形只是暂时。在汽油食品大成本抢悬推升之下，过去1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升悬7.9%，是1987年以来上大幅度。这可能也只是未来继续过起价预调。美国劳工部查查报告是，甲1年2月过去1年的表现，无包含俄罗斯2月24入侵乌克兰了后的石油甲天然气继续起价情形，也被反映上新一波油价抢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指出，为战争开始，全美国平均油价已经为每加仑62美分起价4.32美金。A lot of this inflation is not demand based, but a lot of it is based on supply. And now, with further disruptions to commodities because of the war in Ukraine, neither of those are things that the Fed can fix. And it's going to take multiple rate increases to really dull demand enough. 俄乌战争了后，能源价小欠悬，拜登特别宣布，俄罗斯石油甲其他能源禁止进口了后，油价搁欠悬。这是对俄国制裁措施所予美国能源价小一直起，进一步推升通货膨胀压力，也予老百姓怨言愈来愈多。北京查查出面驳回。We do anticipate that gas prices and energy prices will go up. We also believe it will be temporary and not long-lasting. And what our focus is on now is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mitigate and reduce those prices and ensure there isn't a longer-term impact. 为压制通货膨胀，按照联准会下礼拜货币政策会议了后，会用升利息来进行。要投资人伫2个战术甲强行长期的无确定之下，国际大宗商品继续波动。现在美国股市收低，四大指数收乌，道琼工业指数落112点。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这也影响到咱台海局势。美国国会是正关心台湾议题，连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就警示讲，台湾将有可能会去互中国入侵，必须爱达到战备的水准。美国国防部也呼吁台湾就要强化无对等的作战能力。有专家认为讲，合理的国防预算就要到4800亿，才有可能达到无对等的作战能力。Action against the island of Taiwan could happen. Lesson 1. Lesson 2, there needs to be a readiness level as soon as possible. 俄乌战争让国际社会关心台海局势，尤其伫咧美国国会引起讨论。美军的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就提出警告，讲台湾爱做好作战的准备。中国的真侪动作，互人正担心会以乌克兰做模样。美国国防部希望台湾强化无对称战略，才会当伫咧主权和中国侵犯的时阵赶紧动作。What we believe is that Taiwan needs to focus, and let me define asymmetric. It needs to be cost-effective, mobile, resilient, and decentralized defensive systems. 美国国防部官员提醒台湾，注重无对称战略是比买传统武器更加重要。对乌克兰的经验会当得到这个结论。
专家认为，台湾合理的国防预算至少要有4800亿，差不多是 GDP 的2.2%，才有法度真正达到无对称战力。1/3人员维持，1/3作业维持，1/3装备投资，所以这样子算起来，我们大概4800亿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额度。台湾对美国军购有18项，里面有16项都是所谓的不对称兵力，也就是精准弹药。苏志芬认为，中国伫这几年国防预算大幅度增加，台湾也需要提升到合理的数字，才有利建军。面对美国提出中国威胁的警告，国防部长柯国正认为，国军会提高警觉。对，这对国军来讲就是一个警讯，所以我们是提高警觉了啊。但我们是维护和平，不是为了要清洗善端。另外有立委提案，建议教招的科部加入车前飞弹之类的防空武器操作演训。柯国正强调，只要伫咧科部以内，身份拢会当加入。只要是国军手头有的装备武器，拢有必要爱做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发生伫咧2018年南岛民族论坛启动仪式，国民会文化中心有请舞团来表演基比部落的勇士舞。不过部落认为讲无经过授权就提起使用，已经侵害因的权利。基比部落又向这国民会要求赔偿。不过台北地方法院当时判基比部落败诉。部落还是会继续坚持捍卫我们的权利啦，因为这是不只是代表奇美部落，我想这个事件等于是代表整个原住民哦对这个专用权的一个的看法哦。只要大家是说我们是发扬原住民文化，这句话就可以把原住民的东西就拿来展演，甚至被使用，这是跟我们想象的专用权在保护部落的文化传统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继续上诉。部落的族人表示，歌曲已经有摕到传统智慧创作的专用权，不过官兵会拢无通知就提起使用，已经牵涉到侵权的部分，强调因会继续上诉，保障原住民的专用权。高雄市长陈其迈就任了后，强调要用2年的时间变4年。不过，今麦说表出讲，新闻局的员工因为伫咧市长的行程，安尼对前对后已经上班上加超过时间咯，去互劳工局罚2万。但其迈早起是无做任何回应，新闻局也表示讲，欠的问题会解决，工作时间的问题也已经改善咯。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号透早来到三民区参加运动中心的活动，身躯边对着新闻局的摄影师一直翕相，这是市府的行程。但地方省长的市政行程无分早暗，随行的摄影师嘛爱到场，煞出现超时工作的状况。市府员工检举，新闻局摄影人员正当12月加班超过46点钟，违反劳基法。该单位劳工在109年12月。当月的加班时数超过法定时数的46小时，所以我们依法予以裁处2万元的罚款，并公告。劳工局2月公布的违反劳基法名单，除了新闻局，还有市立民生病院、台电等等，拢互开罚2万块。面对市府员工超时，互劳工局裁罚，陈其迈透早无回应。市员认为新闻局应该检讨工作分配，以免带头违法。申请比照1999年台北市政府的案例，那申请弹性工时，同时我们也启动劳资会议，那么协商相关的劳动权利。市长硬在拼他的市政工作都没有错，但是在市府的人力调度上面，可能要更符合劳基法的需求。新闻局强调该法得法，摄影人员嘛保人保好啊，至少有3-4个人轮流调度，工时的问题已经改善，会继续维护员工的劳动权益。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教育部有发了几落届的公文予大学，强调这办营队袂当甲升学有牵连做伙。不过最近台北科技大学的推广中心却逼出为高中学习入听的情形，教育部伫昨搁再发公文提醒，要求全面清查各单位甲学生团体伫咧办的活动，若准有牵涉到学习入听档案的准备，就袂当发这参加证明予学生囡仔。教育部规定讲，大学营队或者是活动袂当牵连着升学。台北科技大学推广中心却逼出，甲学习入听档案当作是商品来卖。教育部认定违规要处分，且教育局发函予各大学，警告唔通阁发生同款的错误。教育部绝对不支持大学透过办夏令营，然后来标榜说可以帮他优化学习历程档案，
甚至发给相关的证明，教育部一定重惩。教育部请各大学伫监督校内的系函单位办活动，若牵连到学习历程档案呢，准备袂当收钱合法证明。各教师各伫大学主管群组强调讲，避免高中生为着丰富学习历程档案来参与大学办的营队和活动，若要办理，无论是要收钱无，拢袂当发证明。针对这件代志，专科连的干事长是有意见。比如说，我小孩有参加交大的电机。一去了之后，他就觉得他可以把交大电机作为他的未来的目标，这个应该是反而要鼓励啊。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国家，所以我们必然会有说，那我就可不可以给我证书证明我有去参加过？每一个学院、每一个系都想自己去争取优秀的高中生，这个也不会变成是正式入学上里面的这个资料参考的要件。专科连的干事长讲，办营队是要让学生探索机会，若是申请无一个证明，是毋是又搁要黑白写？伊认为教育部毋免抓一个例当作是原则。高教明的家长部也烦恼讲，学生有权会有需求，可能颠倒互补习班会当趁机会宣传。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的156线是往回云林轮背甲卖寮的这之间的车路，不过最近这条车路有真侪所在拢塌落去，可能会造成交通安全事故。县政府调查了后，发现讲是自来水公司换水管落尾来造成的，已经甲自来水公司罚15万。自来水公司也强调会配合县政府甲车路铺好平。通往云林轮背卖寮乡的云156线是两乡镇往来的重要乡道。但近期有民众就发现，这路段出现未少路段有下陷现象，对经过用路人有安全疑虑。为着要厘清原因，有关府要求相关单位来开学，要找出下陷的主因。自来水公路的沿线的规条拢总是塌陷而已，所以讲骑机车嘛非常危险，开车嘛拢总这个颠簸嘛是拢袂平啊。那再对照之前施工的一些照片哈，那我们大概也确定是自来水公司哈。那第一次会看的时候，因为各单位都不认账哦，那今天特地就现场开挖哈，把它挖出来，那确实还是自来水公司可能是原土哦去回填，那造成这个地基啊哈，我们的基底层的承载力不足啊，就下陷了。文管府公务处表示，自来水公司无依规定回填控制型的低强度的材料，导致道路下陷。官府依规定裁处自来水公司15万罚款，对储水公司就表示，这100年所代谢的供线工程，嘛已经过报告期，现在配合官府来做路面改善。那因为它已经埋设超过10年以上哦，而且已经过了保护期，那我们初步研判哦，它这个塌陷的原因是可能因为它那个主要干道哈，它经常有重车碾压了哈，这个底下确实是有我们的管线哈。所以我们后续我们会配合这个县府要求针对这个路面下陷的部分来办理相关的一些改善作业。文管表示，目前已经要求水公司需要在1个月内，甲将近5公里下陷的路段重新来施作。对此，水公司就讲，计划改善的作业需要时间，会赶紧来办理，避免影响到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记者为你报道。讲到台南咸水，去年12月底，有人伫咧人家厝的厝尾顶囤真侪炮仔，煞造成火灾。而且这火灾是连烧5间厝，虽然是无人受伤，不过受害者也批评讲，这乱囤炮仔的厝边到今拢无来烧照门，也无讨论到赔偿的问题，甚至指控警察唔办这种有公共危险罪厝边。加入这间当初发生火的厝内面，老厝顶的铁皮到今还未修理。涂骹嘛有真侪空管仔，原因就是只要落雨就会漏水，或是小姐真头疼。去年12月底一届火下，甲因兜的厝楼顶烧起，后来才知影原来是隔壁的厝楼顶放大量的炮仔，伫照警的时阵引发火下。在住宅你违法囤积炮竹，而且要囤积那么多，大家都可以在住宅囤积炮竹卖炮竹啊，因为我失火我烧人家的房子我没事啊，我没有刑责啊。这个厝边伫厝内面囤炮仔，哪会无违法？甚至阁指控警方爱因家己修正。施小姐强调，囤炮仔的住户事后嘛无管无察，对赔偿嘛无共识。针对这点，受指控的住户嘛出面说明。针对对方提出的赔偿金额大约250万，我们也有透过调解委员会进行2次调解，但他们第2次调解没有出面。我们有很大的诚意，愿意解决事情。那刑事的部分，本分局目前依然在积极搜证侦办当中。
台南市消防局表示，针对这届蹲炮仔造成火的案件，事后真歹认定炮仔的数量，才会无法度开罚单。不过春节期间宣导超过2000件，半年来嘛出第一件非法放炮的案件。它的位置、构造、设备有不符合规定，则处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达管制量30倍以上的数量者，那则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台南市消防局强调，徛在内面蹲炮仔要有人检举才会当稽查。固定稽查是针对制造、存放、佮有买卖场所，呼吁民众唔通伫厝内非法蹲炮仔。记者综合报道。厝内面若总有老道人，就要特别注意哦。伫咧桃园有一个75岁乌里桑去互这假投资，还个假警察诈骗，因行政员甲警方有赶紧甲伊挡落来，加在这300万无汇出去。不过进前已经哄骗过了100万咯，目前也当咧追查。75岁老阿伯去通市同区某一个银行，准备要汇300万去某一个个人口座，行员发现有问题，更加关怀。不过被害人的讲法有保留，所以才赶紧通报辖区的派出所员警协助处理。第一时间发现是假检警诈骗。经本所同仁前往了解发现该男子是遭假检警诈骗方式，经同仁积极劝阻该男子放弃汇款不过除了去互假检警诈骗，警方详细询问了后，发现被害人进前就已经互假投资诈骗，损失几了8万，是诈骗连环套。这种账户假如是公司的部分，公司会用公司的账户，不会用个人的账户。这种钱到哪里去，真的不知道呢。外商有账号，对，外商会有外商的账号，绝对不会给个人的。对。警方表示，被害人一个开始透过网友介绍，后来加入股票交流群组，投资几了8万。过来群组内底有成员讲，这是诈骗的手法。服务人员就传桃园地检署的公文，指示被害人去银行汇300万提存去地检署公库协助调查。员警指出，公文的规格真侪所在拢错误，经过查证，这个公文是伪造的，被害人才知影去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治疗癌症的漂配药物是癌症患者的希望，无论是倒一种药啊，拢将有可能撞到抗药性的问题。即马台北的荣总也个阳明交通大学的研究团队，因是头一届把这 RNA 定造技术用来治疗气癌。伫咧动物实验当中，会当看到这癌细胞的发展速度变慢，也袂来造成抗药性。肺癌是国内癌症死亡率第1名，虽然应用标靶药物来做治疗癌症的希望，不过也是面临抗药性的困境。即马用研究团队成功伫活体顶管用基因剪辑技术，将一段致癌的环状 RNA 压制，正是安尼方法能控制癌细胞成长，能有效治疗肺腺癌。特别肺腺癌的 EGFR 的 mutation 事实上它的出现率很高，而且非常常的造成我们这个我们说的变换莫测环状的 RNA， 它是一个调控者，所以它的特殊性是它常常会扮演很多调控的上游的一些功能研究团队表示，科学家已经发现肿瘤细胞顶端的表皮成长因子受体 EGFR 活化了后，会启动细胞内连续信息传递链，造成肿瘤细胞成长转移。不过，团队锁定团体细胞分裂甲发展信息的关键环状 RNA， 也就是1900，佮运用 CRISPR 加旧删除技术，成功降低癌细胞分化佮转移。这个肺癌里面的这个 C90。去把它给切碎，它基因编译其实就是针对它去target它，找到它，然后它就会切。研究团队表示，这个发现是就人体内底的特定 RNA 来传达删除特定基因的瞬时崩解造成疾病基因，就亲像掌握肺癌的运作中心，有希望为癌症治疗的新方向。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今年之月 Cancer Research 期间顶悬。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时大人因无代志，会当画图增加自卑。云林虎尾也会中照关怀中心，为着要培养即寡时大因画图兴趣，特别聘请真出名的画家来教因画图，而且所画主题就是因家己去办的卡马图，或者时大拢感觉真趣味。老师伫台顶教画图的美甲。
这社区的侪伙人，大家拢真认真伫画岛顶的塔马岛。这塔马岛是因亲身去办的，若是受到去办塔马岛迄天的过程，因是拢感觉真心惜。好省啊！对，俺户外教学呢，昨天是户外教学。哦，大家帮俺做欢喜的，迄帮助哦，嘛对阮大家拢做好。行阮晚上对拢摕落啊，搁还地，哦，帮俺做欢喜安尼啦。后尾也长照关怀中心举办活动，带乡亲做伙去办塔马岛，除了感受大自然的风景，嘛出去行踏顶档啊一个。办煞了后，各专工邀请画家王春敏来教这侪伙人画因去办的塔马岛，无论是观察形体、甲画色水，每一步拢有伊的技巧。就刚好他们昨天有去采那个番茄，可以让他们观察番茄，可以画番茄，因为番茄是圆的东西，只是说它有一些色彩变化，教他们怎么看，怎么去画出立体的番茄出来。除了用翕相的，即个透过画图的方式，甲咱塔马岛的经验记录落来。对这时代来讲，唔但增加甲人之间的交流，培养无共领域的兴趣，发挥对美感的创意，嘛会当互生活加增趣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宋江镇是南部地头真出名的传统镇头，即摆因为人口老化，而且是愈来愈侪伙人是无体力，而且也无少年辈来接手，所以这个宋江镇文化也渐渐伫咧失传咯。不过，伫咧台南后壁的永安洞这个所在，因是真拍拼要来传承这宋江镇，要招庄仔头内面无分是这男女老幼，咱也个请这教练来教，希望把这百多年历史会当保存落去。如果大力下落去，念名武头旗，念名人官刀。台南市后壁区的永安洞，为着要传承有100年历史的传统宋江镇，招庄内大大小小，自国中生到70岁老大人做伙来出阵。长辈大家年纪拢已经退化，已经人口老化，所以咱长辈所留的这个地方传承，无法度传承，所以因拢寄望讲有咱地方少年会当继续，会当延续这个文化传承。宋江镇是台南高雄地区主要的传统镇头，不过即马因为人口老化，老成员年纪大，跳袂行，也有少年家也拢去外地打拼，无人传承，所以真侪所在宋江镇也慢慢啊消失去。永安洞希望会当保留这珍贵的文化，也个请教练来指导。宋江镇是100年历史的这个镇头，咱唔通许失传去，所以咱这件训练全套。拜托这些少年的出来，大家都好啦，欢喜心啦，大家拢出来合力，要来完成这遍4年一考的迄个庆典。会当顺利出阵，庙方表示真感谢地方大小发心共同打拼，也有教练来带领，慢慢啊将传统的宋江镇文化找倒转来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土高农村美术馆伫2012年来成立，改变着土高社区偏向文明。咱来看讲，这阵台南艺术大学的少年人，因是安怎行出这土高，伫咧训练用铁糖花讲在地故事，伫台西用艺术改造老子。一礼拜六下暗7点半，青春咱的帮，咱做伙来看地头的改造。台南土高社区，毋那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因以社区内底上摆一只水牛，成做社区的精神，就是这种会堪你吃苦的社区精神。互一阵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的学生，伫遮创立台湾头一间土高农村美术馆，嘛伫遮建立因社区营造梦的基地。很多社区的经验，其实是土高互阮足大的回馈啦。从2012年土高农村美术馆到今，10年过去啊。这个梦并无因为毕业消失，因为原本一个人变做是一群人，带土高的水牛精神，以人为本社区营造的理念，加入婚林五北社区，甲这在地人生活记忆呈现伫13底糖仔花顶悬，毋但互五北社区互看到，嘛甲在地人的自信搁找倒转来。这几百度，其实你发现这故事拢足普通，是我们是要甲大人讲，每个人。用一个足珍贵的故事，你家己去发掘，然后迄个故事其实会当感动足侪人。来到婚林大西，这阵少年人甲爬远的旧厝重新改造做生活记忆的博物馆，美化这个无伫使用空间，应用艺术甲地方对话，
让大家感受大西旧家演过青叶的光景，嘛甲在地少年人对故乡的认同感搁找回来。为因团队安尼做看卖，互阮知影讲，其实台西嘛有足侪足厉害物件。我才要甲人讲，我是台西人。这阵少年人放弃做设计师薪水袂歹的工课，选择这条较困难社区营造的路。因希望家己像水牛同款，有朴实、拍拼、脚踏实地精神，一步一步伫各地农村实现因社区营造的梦想。记者周培玲、吴一修高雄报道。日本福岛核灾到今已经是11年啊，当初离开这个所在，民众也有一部分开始转到一个伤心的所在。当地政府为着要解决用电的问题，即马也开始使用太阳能发电，甚至有企业甲政府合作，当咧研究要用氢气发电。这是福岛核电厂当咧进行废炉进程准备工作进行。电厂所在的大型艇北边，同款是外海的龙岗艇，原本是福岛第3核电厂的预定地。核灾了后计划作废，加方用来安装大批的太阳能板，作为未来新的发电来源之一。灾变发生的2011年，福岛县的再生能源占发电的比例大约24%，2020年提升到4成。当地政府的目标是伫2040年，互福岛县成做完全使用再生能源发电的所在。新形态的再生能源代表以后爱付出更较侪的电费，面对唔知影未来民众心中免不了烦恼。まだまだその市民の意識がですね、まだ変わってな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福島県でさえ原発事故があった福島県でさえ市民の意識はそんなには変わ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います。除了太阳能，也有业者投资研发氢燃料，希望有一天会当取代汽柴油，成做车辆的动力来源。业者指出，未来氢燃料也可能转做发电用途。随着核电厂废炉工作继续进行，日本政府也推动互福岛人重返故乡的政策。生活所需要能源、环境的安全性、民众敢会当转换心情、迎接新生活，拢是需要面对的课题。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下晡晡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是对21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6度，澎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暗时7点再相会。